明白的，一条微博，客栈拢客栈费面话，行业面的当中拢客栈费面话，面话是客栈，客栈，在归节，在归节，在归节耶稣的赞美，耶稣的赞美。耶稣的造痕，耶稣的造痕亚洲林的交流，亚洲林的交流。刚正播耶稣，刚正播耶稣，刚正播耶稣，在归节耶稣的赞美，耶稣的赞美。造痕，也跪在这个耶稣的脚边，亚洲里面交流，刚正播耶稣，在归节耶稣的赞美造痕，就是 foot， 就是 foot， 不是跪下，kneel down at foot， 亚洲里面交流就是经历就是 experience， 刚正播耶稣，讲经播耶稣，在归节耶稣的造痕，亚洲里面交流，刚正播耶稣，也讲给那个耶稣。要主教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主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啦啦。